早晨啊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晨光暖愛心冰冰讀聖經嘅時候，食咗早餐未啊？今日預備咗一份好健康、好豐富嘅早餐俾你哋，希望你哋今日有一個愉快嘅早上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聖靈果子忍耐。想問下大家，忍耐對於你哋嚟講係乜嘢一回事呢？如果你嘅性格好似我咁急嘅話，我相信要做到忍耐真係唔容易㗎，有陣時仲會覺得好難受添啊！原來要學識忍耐嘅秘訣唔係靠逼自己㗎，而係要以耶穌基督作我哋嘅榜樣啊！我哋喺聖經入邊睇到，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嗰陣時，有好多人圍住佢，用嘲笑同侮辱嘅說話嚟刺激佢。但係主耶穌唔單止冇還擊，仲反而為佢哋禱告添。喺呢一幕，我睇到主耶穌對罪人嗰種極致嘅忍耐，亦都係今日我哋作為基督徒要去學習嘅生命榜樣。耶穌基督用一份捨己嘅愛去接納人，用包容嘅心去擔待別人，即使對方係不配嘅，甚至對我哋唔友善，我哋仍然需要靠住聖靈嘅提醒。當我哋願意讓生命被聖靈掌管的話，呢種忍耐就會慢慢自然流露到出嚟。就好似農夫撒種之後要耐心等待，因為知道時候未到。縱使我哋見唔到即時嘅結果，但係都相信神正在工作。忍耐係一種積極嘅信心，呢種忍耐唔係被動，唔係捱時間，而係帶着盼望繼續行善，繼續信靠主。忍耐嘅終點並唔係困境完結咗，而係迎接主再嚟。我哋要預備好自己嘅心，要學習忍耐等候主。就好似雅各書5章7至8節，弟兄們啊，你們要忍耐，直到主來。看啊，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們也當忍耐，堅固你們的心，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。所以當我哋遇到唔公平或者感受到被傷害嘅時候，求主提醒我哋回到耶穌基督嗰份極致嘅忍耐，喺患難當中學習信靠，讓忍耐慢慢成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感謝你係掌管一切、信實守約嘅主。我哋嚟到你嘅跟前，將我哋生活裏面所有嘅忍耐、等待，全然都交託俾你。我哋承認，面對困難同埋試煉嘅時候，都好容易缺乏咗農夫嗰種嘅耐性。我哋急於睇個結果，而希望面前嘅問題盡快去解決。求你幫助我哋效法好似農夫嘅榜樣，佢哋明白由栽種去到收割係需要時間去醞釀嘅。佢哋以信心去撒種，以盼望去等候春雨同秋雨嘅滋潤，直到寶貴嘅畜產得以成熟。願你嘅靈堅固我哋嘅心，令我哋有盼望同有堅定嘅心嚟度過在世嘅日子。即使喺黑暗同唔確定嘅時候，請你再一次提醒我哋，主嚟嘅日子近了，唔係要我哋恐懼，反而要激勵我哋活出聖潔、公義、滿有愛嘅生活，幫助我哋喺等待當中學習彼此相愛，互相扶持，唔發怨言。願我哋嘅忍耐與基督一同受苦，亦都一同得榮耀。我哋滿懷信心，將一切都交俾你。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多謝你哋今日一齊聆聽神嘅話語，願今日嘅經文對大家有幫助。如果你哋喜歡呢條片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
我哋下次再一齊讀經禱告啦。願主祝福大家，拜拜。